上請欣賞，熱鬧情調熱情又放亮，人人陶醉熱情中雙雙對對共欣賞。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歌聲多奔放，個個喜氣洋洋。飲多杯祝你個個都開心歡暢，喜氣洋洋，洋溢四方。 齊高歌，歌聲放今晚開心唱，請鼓掌。齊高歌，高聲唱今晚開心唱，請欣賞。熱鬧情調熱情又放亮，人人陶醉熱情中雙雙對對共欣賞。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歌聲多奔放，個個喜氣洋洋。飲多杯祝你。 洋溢四方，熱熱鬧鬧燈正亮，酒正香，滿室鬢影衣香。愉快暢聚，我願你哋快樂同分享。為你快樂歌唱，歡笑惡熱亮夜長。願你我和唱，愉快到快樂時光。 到快樂時光，齊高歌，歌聲幫今晚開心唱，請鼓掌。齊高歌，高聲唱今晚開心唱，請欣賞。香港龍崗親義公所第131屆職員就職統計開始。上午體育會今次由張漢澤元老、張德江元老、張果美社長聯合。 祝賀第131屆職員就職典禮。請上務體育會醒獅隊為我哋助慶。請張安達元老、張德江元老、劉林宇元老、劉滿元老、關祖元老、關耀雄元老、趙雪明元老、趙明照元老，在座全部舉聲，起鼓。 Thank you.
工作順利，會商務身體健康，對所有嘅勞工兄弟們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如意。多謝聖母先生體育會，多謝晒。今日係紐約龍崗親義公所第131屆職員就職典禮，現在良辰二字低組正式開始。提責請主祭人張漢澤元老、關澤立主席、張德光主席、趙超生主席、劉國權主席就位。請候任主席張兆明主席、趙累成主席、劉元欣主席、關祖棟主席就位。請陪祭者各位元老、劉南堯元老、劉滿元老、關鋼祖元老、關月雄元老、張德鋼元老、趙善明元老、趙永照元老及各位顧問、職員、會員、各位真白信徒兄弟姊妹們就位。全體肅立。請主祭人張漢澤元老領讀先旨為訓。先旨為訓，免之，莫以惡小而為之，不以善小而不為，為德為賢，可以服人。上香一拜，再拜，三拜。請我哋大家原地站好，將啲聲音傳上嚟啊！大家向後傳上嚟到前邊嚟 ，OK。全體向四先祖嘅先師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請關振立主席、張德光主席、趙超生主席、劉國權主席4位主席代表我哋大家一齊向四選祖紅新師獻酒，一拜，再拜，三拜，敬酒。請鄭運澤元老敬金枝。張兆明候任主席、張兆明主席、趙累成主席、劉元欣主席、關祖棟主席，我哋元老帶住4位候任主席一齊敬金枝，一人一個，嗰啲金枝食杯。OK， 禮成。勸三生請劉南義元老、趙永照元老勸三生。請關鋼祖元老換果板。睇住先啊，關大師，望住前面嗰個先，望住，望住。請趙善明元老、劉滿元老敬糕點。請候任主席張兆明主席敬奉元寶。望住先，主席，望住先，得。請
將按就係元老同埋4位後任主席上嚟設金枝。再嚟一個。好，我錄一邊啊。金枝一開，好事一齊來啊！大家身體健康。切個金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我哋嘅會務昌隆更上一層樓，多謝大家。望樓。向四川組嘅先師行慈神禮，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成，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事父高升，多謝大家。有樣東親義公所第131屆職員就職典禮，現在開始。喺龍谷公所經過我哋大家嘅4勝嘅投票，選出我哋新一屆嘅政府主席。今屆係由我哋嘅張氏兄弟張少明主席當選為定嘅。OK。接落嚟，我哋進行第一個儀式，就係請中華台北治安辦事處張麗賢公署為我哋主持第131屆新舊職員記得信教特儀式，有請張公署。請關振立主席、張德江主席、趙超生主席、劉國權主席到台前。請候任主席張少明主席、趙女成主席、劉燕欣主席、關祖棟主席，請我哋嘅張公子為我哋主持交接儀式。第131屆嘅職員正式上任，大家恭喜，掌聲有請。多謝張公子，多謝台上嘅8位主席，多謝晒。請上台。請我哋新主席一齊影張合照啊！掌聲恭喜張少明主席、趙女成主席、劉燕欣主席、關祖棟主席擔選我哋131屆嘅龍崗親義公所嘅正副主席，恭喜晒！多謝，多謝張公子，謝謝。請趙善明元老為我哋支持名義俱樂部交接儀式，謝我哋請趙善明元老。請第130屆嘅俱樂部主任趙女成、劉醒波、關振飛、張興生到台前。請第131屆嘅俱樂部主任姚以康、劉醒波、關祖榮、張坤東到台前嚟進行交接。多謝邵明元老，多謝趙女成前主任，多謝趙以康主任。接落嚟請關共仲元老為我哋新職員監察。請政府主席、中英文書記、財政、核數、外交、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同埋名義俱樂部等等嘅職員到台前嚟宣誓就職。請大家舉起右手。落盡先子為訓，落盡先子為訓，忠義仁勇的精神，忠義仁勇的精神，遵守本公所規章，遵守本公所規章，成為公所謀求權益。成為公所謀求權益。發展匯報，發展匯報，唯有回饋誓言，如有回饋誓言。相信義工，相信義工，
現受嚴厲取訓，現受嚴厲取訓，警誓。宣誓人趙建寧。請大家簽個名，走翻過嚟啊！所以我又不可以今日龍崗親義公所第131屆職員就職典禮宣誓儀式結束，恭喜第131屆嘅所有嘅職員當選為我哋呢個龍崗公所嘅司誓，祝大家身體健康。接落嚟有請現任主席關振立主席致佢職詞，有請關主席。尊敬台北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張麗儀公使、各位僑領、各位嘉賓、各位元老、顧問、職員、會員、朋友，大家好。今日係龍崗親義公所教職員交接嘅日子，作為咧公所嘅卸任主席，我在這裏想同在咗各位剛第一次見事發嘅2年嚟到得龍崗公所各位元老、職員、劉、張、趙3位共同主席、會員朋友們親身實意地教識我做好多事情。龍崗公所係中華公所屬下60條船之一，每次中華公所就職和支持嘅活動，我都有親自參加出席，也願意結識做60條船中嘅好多僑領們，得到佢哋支持和認可，佢哋都係好識得我學習和順利嘅朋友。因為做咗龍崗主席，我有機會咧學講多啲同寫多啲中文啦。比起以前有好多進步。我做咗2年嘅公所主席，有過付出，也收穫良多。我多謝所有龍崗會員、元老、顧問、僑領領導們對我工作上好支持和幫助，祝大家好運，祝大家聖誕和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多謝大家。我哋俾多啲掌聲我關主席，佢哋對我哋嘅龍崗公所嘅部門同埋部隊，對我哋龍崗公所嘅努力，掌聲再次俾所有卸任嘅職員，多謝大家。接落嚟，掌聲有請新主席張兆明主席致辭。中華民國台北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張麗儀公使，台北駐紐約文教中心黃麗宣主任，紐約中華公所主席朱超然代表李金山顧問，各僑團領袖，新聞界嘅先進，各位嘉賓，龍崗親義公所嘅各位元老、顧問、職員、會員、叔伯嬸母，大家中午好。首先，我代表本公所向大家響大雪飄飄送吉祥。冬日美景暖我個心房，我哋大家都好高興你哋響咁美麗嘅雪天都到來，多謝大家嚇。
我表示熱烈嘅歡迎同埋感謝。本屆得到我哋嘅張漢澤元老、張德江顧問同埋我哋張氏昆眾嘅一致推薦，我能夠有機會高票當選我哋呢個龍崗公所131屆嘅主席，好多得咁多個會員嚟支持我。我哋咧響新一屆咧，感覺咧就係任重道遠。咁我咧就會秉承我哋嘅龍崗親義公所忠義仁勇，我哋咧會開大門走大路，公開、公平、透明，咁務實啲做好我哋嘅會務工作，服務好我哋嘅4姓嘅兄弟姊妹，我哋嘅會員。咁繼續會響中華公所嘅帶領下，堅持繼續支持所有嘅活動，為我哋嘅僑社繁榮我哋嘅華埠作出我哋嘅貢獻。以下我想介紹一下我嘅3位拍檔。首先係年輕有為嘅青年才俊趙呂成副主席。趙呂成主席一直以嚟都好熱心我哋嘅會務，佢才能好出眾嘅，好似我咁後生嘅。喺我哋龍崗親義公所咧，今年咧就快脆進入呢個138年啦。我哋跨越咗3個世紀，就邁進138年。除咗選出一個廣東籍外嘅一個浙江省嘅女副主席劉婉欣，劉婉欣咧主席咧就喺我哋會所咧已經服務成30年嘅，我知道佢樣樣都幫我哋，係咪？佢喺香港長大，學貫中西，佢已經係打破我哋好多個紀錄㗎啦嚇！佢係浙江出世㗎，係第一次除咗廣東人以外嘅第一個女主席，又係第一個女副主席多謝你。仲有一個我哋嘅良師益友關老師，關祖棟，著名嘅書法家。關先生同我識好多年，我個拍檔係咪？佢溫文雅爾，學識廣博，所以我哋龍崗公所咧有係嘛老中青一路帶住，我相信咧我哋會秉承我哋優良嘅傳統，一路咁樣承傳落去。咁我咧就其實我咧就好正統，因為我阿爺咧1920年嚟到紐約，一嚟到紐約嗰時咧，好快就加入咗龍崗公所啦。我阿爺係17歲嚟，係咪？食住好多時都喺龍崗公所出入嘅，同埋我哋個客屬嘅會館。咁咧我哋又非常感恩我哋嘅4先祖。咁我出生咗一個係廣東學生嘅一個農村嘅家庭，係一個農民18歲嚟紐約讀書多就返學少嘅所以又不中不西。雖然我咧就有好多缺點，但係咧我一個熱愛龍崗公所嘅心係樂於助人。希望喺2年後，我有咁多會員支持我，我能夠交出一個合格嘅成績。最後，我預祝大家身體健康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大家都健健康康，大吉大利，多謝。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支持我哋新一屆嘅龍崗職員同埋主席，掌聲支持，大家多謝。接落嚟，我哋要請中華台北自領域經濟辦事處張麗賢公使致辭，有請張麗賢公使。所有龍崗親義公所張兆明主席、趙呂成主席、劉婉欣主席、關祖棟主席、元老、
各大僑團嘅元老、總理、主席、會長、顧問、各位僑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今日非常榮幸參加紐約勞工親業公所新任職員就職典禮。首先呢，我要感謝啱啱卸任嘅輪值主席關振立主席、劉福權主席、鍾德監主席、邵秋生主席，佢哋為勞工兄弟姐妹同埋社區嘅盡心奉獻，大家有目共睹。因為我都係勞工嘅宗親啊，所以我今日特別開心。喺呢度呢，我又特別恭賀張少明主席，眾夢所歸，共選新一任嘅輪值主席。張主席係僑社服務多年，熱心公益，重情重義，生活宗親肯定。相信紐約勞工係張主席同埋身為主席嘅共同領導下，一定可以為勞工、宗親及僑社提供更多更好嘅服務。紐約勞工親業公所成立至今已經超過130年，係華埠歷史最悠久嘅僑團之一。多年嚟學習忠義仁勇嘅精神，團結勞軍倡導4戰宗親，長期支持中華民國同埋經民處。我借呢個機會咧，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同埋我經民處對勞工親業公所堅定嘅支持同埋愛護，表達最高嘅謝意。最後，我要祝福勞工親業公所會務昌隆，在座嘅各位嘉賓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勝意。多謝大家。今晚我哋張公使帶嚟一個獎勵狀，請張公使同我哋宣讀嘅獎勵狀。僑務委員會感謝狀，關正利先生擔任紐約龍崗親業公所主席期間，熱心僑界公益，致力服務鄉親，弘宣自由民主理念，支持中華民國，書刊嘉許，特頒此狀致謝成。委員長徐家清，中華民國114年12月8日。一共有我哋新舊主席8位嘅主席到台前嚟啊！關振立主席、張德江主席、趙超生主席、劉國權主席、張少明主席、趙女成主席、劉婉欣主席、關小棟主席，請到台前。謝謝張公使，謝謝8位主席，多謝晒，恭喜晒，恭喜台上嘅8位主席，謝謝。接落嚟有請中華公所伊金山顧問致辭，掌聲有請。勞工公所新就任嘅主席、職員、各位元老、各位顧問、中華民國駐紐約張公使、黃主任、各大僑團嘅領導，大家好。今日咧，我特別開心啊！嚟龍崗參加龍崗嘅新131週年嘅新就職員交接典禮。我媽媽姓張，但係又唔知龍崗有冇可以投1半票嘅，所以咧我同張少明係家屬嚟嘅。咁我住個孔子大廈，日朝早咧。我瞓醒之後咧，第一個睇到乜嘢咧？睇到勞工公所，睇到勞工公所天棚嗰個國旗。前幾日咧，我睇到國旗換咗新嘅國旗，
唔好講啊，大日子快到啦！今日係大日子，好開心。個係新嘅，咁我嗰啲新嘅主席都係新嘅。同時咧，今日咧，我啲龍崗咧係有圖書館，我曾經捐咗啲書俾龍崗圖書館，俾大家觀賞。喺呢度咧，恭喜龍崗公所138週年，恭喜龍崗公所第131屆新就職員交接典禮。咁啊，恭喜大家聖誕快樂，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勝意。多謝，多謝醫生部辦，多謝晒嘅熱情祝福。接落嚟，我哋邀請趙磊成副主席為我哋介紹第131屆嘅職員名單。邀請趙磊成主席。尊敬嘅中華民國自紐約經文署張麗公子、文教中心黃麗孫主任，尊敬嘅各位僑領、各位嘅嘉賓、各位我哋龍崗嘅兄弟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係我哋紐約龍崗青年公所第131屆嘅職員就職，亦係我哋紐約龍崗公所一個大喜慶嘅日子。歡迎大家嘅光臨。大家喺百忙中，特別今日嘅落雪咁嘅天氣，大家抽出時間嚟參加我哋呢個就職禮，我哋感到非常之開心。我哋紐約龍崗公所成立至今已經有138年。喺呢個歷史嘅長河中一路走嚟，到今時咧已經係131屆啦。喺呢度，我非常感恩多謝我哋歷屆嘅龍崗公所嘅主席、職員為我哋付出，今日先有嘅龍崗公所基礎穩固、聲譽良好嘅龍崗公所。今日我好榮幸，我代表紐約龍崗公所介紹下第131屆嘅職員。第131屆嘅職員元老張雲生、劉國棟、關公忠、張康澤、廖南耀、趙順明、劉滿、關月紅、趙榮超、張德江、顧問廖錯漢、廖煥華、張堅、張軍、劉國權、關振立、趙超生、法律顧問趙方超律師、資產會主任趙順明、委員張少明、趙磊成、劉南耀、劉偉士、關月紅、關祖棟、張康澤、張美芳、趙柏照。主席張少明、趙偉成、劉元仁、關祖棟、中文書記關祖棟兼英文書記劉少雄、張廣利、財政趙建寧、劉小瓊、核數劉麗華、趙寶琴、外交趙海棠、廖志榮、執行委員劉培英、關祖站、張麗珊、趙義傑、監察委員劉耀良、劉瑞站、關碧紅、
關振洲、張麗君、張美珍、趙向明、趙善慶、明義俱樂部、趙裕康、劉醒波、甘祖榮、張漢東。呢個呢，就係我哋131屆嘅農工公所嘅職員。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工作順利，家庭幸福。多謝大家。多謝李成主席同我哋介紹第131屆嘅職業名單。接落嚟，我哋邀請就趙超生顧問為我哋介紹今晚嘅嘉賓，掌聲有請。現在介紹嘉賓，中華民國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張麗賢公使，許益賢組長，文教中心黃麗宣主任，紐約中華公所蔡偉儀代表，伊金山顧問，紐約安良工商總會陳啟玲總理，梁佩蘭會長，曾志昂會長，譚錦源元老，紐約協盛工會黎柏雄總理，阮建豪主席，中國國民黨駐眉東支部陳光良常委，眉東輪城公所梁漢本主席，紐約中新同鄉會梁漢本主席，紐約學生公所梁兆斌主席，黃耀星主席，紐約駐後督親公所陳益祥主席，紐約理事總分所李仲慈主席，黃市中餐會黃華清主席，紐約知德三德公所吳行主席，吳偉雄主席，紐約梅氏公所梅建華主席，番梅同鄉會趙義傑副主席，紐約南海順德同鄉會游淑飛主席，紐約怡鳳彩堂余幹元主席，紐約兆麟公所譚兆儀主席，譚仁儀主席，施工工商總會陸時生主席，紐約華裔美國退伍軍人會黃建忠主席，陳波主席，紐約開平同鄉會鄧學賢主席，中華基督教華人長老會關粵紅長老，
恩平同鄉會馮傑主席，支配谷塘朱啟明主席，朱傑忠主席，崇山會館張毅忠主席，蔡偉雄主席，美國華人僑胞聯合總會趙江源廠會主席，張曉華主席，趙婉琴主席，美國廣東僑胞聯合總會劉志斌主席，紐約麻氏中餐會馬炳堯總長，馬洪武主席，廣開同鄉會劉游董總顧問，眉東劉氏中餐會劉志斌代表，劉宏傑代表，劉慈佩代表，劉崇敏代表，劉橫水同鄉會劉瑞鎮會長，眉東趙族中餐會趙義傑主席，趙雷成主席，爆石之堂趙雷成主席，趙建明主席，督真公所陳慶董主席，唔好意思啊，由於今日嘉賓眾多，介紹錯漏嘅，請大家多多原諒，多多包涵，多謝大家。多謝秋生顧問為我哋咁詳盡嘅介紹啊，介紹唔到嘅嘉賓，請大家多多原諒。接落嚟有請劉元恩副主席致答謝詞，有請。大家中午好，各位僑團領袖、各位長官、各位嘉賓、各位四姓叔伯兄弟姊妹，大家好。好榮幸各位喺咁寒冷嘅天氣光臨參加本公所第131屆嘅職員交接典禮，好多謝你哋，更多謝你哋嘅花牌花籃，琳琅滿目，濃情厚意，不勝感謝。我喺呢度呢，謹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進步，身體健康，財源廣進，家庭幸福。多謝你哋。仲要鳴謝呢，就係今次呢，我哋早前有個醒獅隊呢，係由張漢澤元老、張德光元老同埋張廣美世長聯合恭賀第131屆嘅職員就職典禮嘅，多謝佢哋3位。咁我要借呢個機會咧，又多謝我哋嘅四姓叔伯兄弟姊妹，因為今次131屆嘅職員投票咧，有接近300人咁多嘅，我喺呢度再一次多謝佢哋嘅支持，多謝多謝。會後咧，本公所咧會喺喜運來有午餐招待大家嘅，請大家記得前往，唔好餓親自己。多謝咁多位，多謝多謝。交俾我哋嘅四叔趙建明。多謝多謝欣姐，多謝主席。劉主席咧同我哋呢啲特別詞，答謝恭賀嘅話，我就唔再說啦。啱啱主席咧亦講過咧，我哋典禮之後咧喺喜運嚟走㗎，現周招待大家，希望大家賞美光臨。所以龍崗餐義公所第131屆職員就職典禮圓滿成功。
恭喜大家，恭祝大家身體健康，新年進步，家庭幸福。多謝大家，我哋移步喺喜歡嚟食中午飯啊！再一次多謝大家光臨，再一次多謝大家出席我哋今晚嘅就啲典禮，多謝，非常多謝。